我们大部分都是北京人，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啊，我们都是在这里。我们因为到绍兴咱们粤剧的故乡，其实也是来接受大家的检验。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学习当中啊，今天也是来学习的。欢迎大家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的掌声真的是给我们特大的鼓励啊！也感谢绍兴大剧院给我们的机会啊，感谢你们刚刚给我们这个机会，希望我们以后多的再次相聚啊！谢谢我们，不知道我们演的怎么样啊？谢谢。哎呀，大家的这个叫好声真是比打的这个小金针还要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小就是北京的，谢谢。好的，谢谢。好，谢谢。我们经常，我们对绍兴，我们来过第2年，我们就在绍兴大剧院演过然后上个月我们刚刚在绍兴大剧院演过魅力墙，参加嘉年华的比赛然后大家如果说看到这些消息呢，大家来给我们捧个场啊，谢谢。